說2句就跪。早知道我应该缝个护膝的。哎呦，硌死我了。我这眼里头啊，可容不得沙子。想偷懒，小心戒尺。哼！哟，四王爺，果然是你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快走。本姑娘没空陪你下聊。怎么，刚进宫就被罚跪啊？你，四王爺，這新人入宮啊，第一個要學的就是跪。這規矩好。邱公公，還有沒有別的什麼規矩？比如說，倒夜香、掃塔樓，或者……行了吧你，沒你這樣落井下石的。閉嘴！脾氣倒不小，你知道得罪我，分分鐘我都能要你小命兒嗎？哼，你們這些富二代都這樣，謝延琪這樣，你也這樣。有本事你們就殺了我，反正我都進到這個大籠子裡了，也沒什麼好日子過了。富二代什麼意思啊？不對，你們應該叫做皇二代。皇二代？哎，有意思。有什麼意思啊？你爸是皇上，江山是你爸打下來的，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你做過什麼貢獻？你是拯救過地球呢，還是促進過經濟發展啊？你憑什麼過得那麼逍遙自在？反而是我們這些踏實努力工作的人，卻要被你們這些壞人踩在腳下，啊，簡直沒天理！閉嘴呀！有意思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兒啊？四王爺，放開！你都拉疼我了，懂不懂憐香惜玉啊？那我也讓你拉我，算是扯平了。我才不稀罕。哎，我好歹幫了你，連句謝謝都沒有。哎，害我進來的是你哥，罰我的是你媽，我幹嘛要謝你啊？行，算我自作多情。要不是我三哥喜歡你，我才不稀罕幫你。我還告訴你，要不是他，我還不至於這麼慘呢。那這樣吧，作為報答，你給我講講你和我三哥是怎麼認識的。想知道嗎？想啊。好奇嗎？好奇啊。那我就不告訴你。你，邱公公到！哎呀，怎麼辦？糟了！邱公公肯定要拉我回去繼續跪的。你要不要求求我呀？四王爺，你就幫幫我嘛！你可真行，變得可真快。廢話，說2句軟話就能免受皮肉之苦，這點賬我還是會算的。四王爺，尹晴柔還沒跪足2個時辰，老奴來帶她回去。那怎麼能行？四王爺，你不知道這丫頭有多無禮。剛才你也看見了，她衝撞於我。如果我不好好責罰她，那以後宮中還有我立足之地嗎？去回禀母後，就說我今天晚上讓她打掃寢殿，一根頭髮絲兒也不能有，要不然我就讓她天天倒夜香。不是這怎麼，這麼點小事兒還讓我親自去稟告母後？哎，不，四王爺，老奴這就去稟告皇後，告退了。太讚了，你這個皇二代還挺管用的嘛。你高興什麼呀？我剛才說的是真的，你得罪於我，該罰。不至於吧？你個大男人這麼小氣？怎麼不至於啊？除非什麼？我可是良家少女。你太有趣了。啟稟皇後娘娘，尹晴柔被四王爺帶走了，說是衝撞了他，他要親自懲戒，老奴也沒有辦法，只能回來稟報了。老四啊，四
四王爺跟你說要惩戒那個奴才是嗎？是。表弟一向花樣最多了，尹晴柔在他手裡一定没好果子吃。哥哥，这個尹晴柔果然大膽，連表弟都敢得罪。我看不如就讓表弟好好出出气，也給這個尹晴柔一點教訓。也好，不過小秋子，你看着点，毕竟那個尹晴柔是老三送来的人，不要把事情鬧大了。哎。王爷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？本来是要休息的，但突然听到如此悠扬的笛声，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看看。王爷见笑，很久没有吹奏了，有些生疏了。这笛声时而婉轉，时而高揚，如泣如訴。想不到你也有思念之人呢。我有點想家了而已。哦，從未聽你提起過家中之事。我自幼家遭巨變，我親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死在自己的眼前，我命他逃過一劫。今夜月圓，觸景傷情，所以用這笛聲來慰藉自己思念親人的心情。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身世，本王卻全然不知。虧我還總以知己自稱，慚愧什麼？不知仇人現在身處何處？如果你需要復仇，我可以助你。冤冤相報何時了？我相信老天讓我活下來，也不願意看到我背負着仇恨過這一輩子。哼，本王最欣賞的就是你的恬靜和淡泊，想不到你還如此超脫，真是沒有交錯你這個朋友啊。應該是獨孤的榮幸才是。王爺，你從來沒有嫌棄過我的出身，還一直把我當知己，你才是我的貴人。好了好了，你我二人不必再客氣。王爺，